안녕하세요，歡迎收睇 Toxic Baby 嘅大叔韓星日報。今集講下元彬即將上線嘅新劇《韓國製造》，係 Toxic Baby 期待已久嘅一套劇啊！劇集會喺12月24號平安夜上線。元彬喺11月19號參加青龍獎嘅時候，亦都借機宣傳咗一下。올 12월에 아마 시청자분들을 만나뵐 것 같은데요. 메이드 인 코리아라는 작품 또 하얼빈에서 같이 했던 우민호 감독님이랑 같이 작업을 하고 있습니다. 네. 韓國製造首支預告片早前已經公開咗，短短44秒嘅預告可謂緊張感十足。不過如果淨係睇一次，好難睇清楚細節㗎，所以 Toxic Baby 放慢加定格嚟睇就可以睇真啲啦。首先，韓國製造係以70年代為背景㗎，劇集將虛構嘅人物同故事融合咗喺真實嘅歷史事件度。預告片入面見到元彬喺飛機上面大打出手，而另一個畫面就見到有人打緊電報，上面有劫機金袍嘅字眼。呢度講緊嘅就係1971年韓國嘅劫機事件。Toxic Baby 之前有幸參加咗 Disney Plus 嘅節目巡禮，睇過韓國製造第一集試映，劇情點樣發展 Toxic Baby 當然唔會劇透，不過呢一件真實嘅劫機事件就可以講一講，因為了解少少歷史，到時睇劇集嘅時候就可以更投入啦。當時1971年有一架南韓客機由束草飛去金浦，機上有一個22歲嘅南韓人劫機，要機師改飛北韓。不過佢最終被射殺，飛機冇去到北韓，而係緊急降落咗喺南韓一個沙灘。而家我哋脫北就聽得多啦，點解當年一個南韓人要劫機，而且仲要飛去北韓啦？60至70年代，北韓其實比南韓好景，平壤嘅建築物仲靚過首爾㗎，社會環境亦都比南韓富裕。而喺劫機發生前嘅1年左右，亦即係1969年嘅12月，其實南韓仲有另一宗劫機事件㗎。同樣係南韓嘅內陸客機，劫機犯係一個40幾歲爛賭有欠債嘅南韓人，佢同樣係劫機改飛北韓，不過佢就成功咗，而且去到北韓機場之後，更加獲得北韓方面嘅禮遇，俾轎車接走咗。所以南韓嘅調查人員就推測，1971年嗰個年輕嘅劫機犯，因為見到原來投奔北韓係會有咁好嘅待遇，所以就仿效劫機去北韓。而韓國製造就用咗1971年呢件劫機事件改編。到底元彬飾演嘅生意人白旗堆喺飛機上係扮演啲乜嘢角色呢？ Disney Plus 節目巡禮嘅新聞稿係咁介紹㗎。元彬飾演嘅白旗堆係個聰明狡猾又野心勃勃嘅人，日頭係中情局人員，夜晚就做走私。佢利用走私去達到多個目的，包括幫中情局賺取大量嘅金錢，喺中情局入面令自己快速上位，同時亦都保護自己嘅細佬，亦即係宇著煥嘅角色。不過同一時間，鄭宇盛飾演嘅檢察官就誓要同白旗堆為敵，佢哋兩個都想將對方拉倒。喺最新一段宣傳片入面，白旗堆就咁樣講：이 판은 누구 하나 죽어야 하는 싸움이야. 그게 나는 아닐 거고. 實在太型太有架勢啦 ！Toxic Baby 已經準備好平安夜閉關連睇2集。好啦，今次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嘅支持，下集再見，안녕，拜拜。